追逐夢想，直至夢想破滅，至少我哋唔會為冇追逐過而後悔。大家好，歡迎嚟到奪命回憶。今集要講嘅係玻璃面具下半部。真夜被逼加入大都藝能，速水真情話俾真夜知，月影老師已經同意將佢交俾大都藝能。另一方面，面對水城秘書嘅逼問，速水真情極力否認對真夜嘅好感。真夜喺大都藝能嘅旗下開始咗電視劇嘅拍攝，雖然同喺舞台上邊有啲唔同，但係真夜都好快適應。佢喺拍攝入邊仲認識咗年輕嘅演員李美貌。呢個時候已經15歲嘅真夜喺劇中入邊同李美貌有啲親密嘅動作。呢個少女第一次發現咗戀愛嘅感覺，佢嘅心就俾年輕又有魅力嘅李美貌偷走咗。其實我哋嘅女主角喺呢套作品入邊都幾花心。先唔講速水社長，英小路呢？嗰個赴湯蹈火嘅英小路呢？係咪連兵都冇得做啦？講到收兵，阿公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為咗體驗戀愛嘅感覺，呢個天才少女竟然去玩弄一個茄喱啡嘅感情。唔通要成為一個出色嘅演員，首先腳下就要有一隊龐大嘅軍隊？真夜喺加入大都藝能之後，參與咗唔同嘅拍攝，但係因為人紅是非多，真夜俾其他明星同埋佢哋嘅狂熱 fans 陷害，捲入咗好多事故同埋意外當中。但係好彩有速水真情暗中嘅保護同埋照顧，一次又一次嘅陷害同埋事故都被化解。但係真夜並冇懷疑到一個叫做月部紀江嘅女仔正打算陷害佢。不到真夜同埋李美貌嘅發展非常順利，好快就變成咗情侶嘅關係，而佢哋雙方亦都公開承認咗。月影老師認同咗真夜嘅戀情，佢認為戀愛可以增進佢嘅演技。上集提到真夜失蹤嘅母親，原來係俾速水真情收埋咗。佢為咗商業嘅宣傳，專登將不到真夜嘅母親同埋外界隔絕，更加向真夜隱瞞。佢打算喺時機成熟之後先公開佢嘅母親，製造更加多嘅新聞效果。但係真夜嘅母親就發現咗呢個驚人嘅事實，喺山區嘅療養院偷走咗出嚟，要去東京揾真夜。真夜嘅母親喺本作入邊係一個悲劇，貧窮嘅身世令佢睇唔起自己同埋自己嘅女，思想非常守舊，但係同時又默默咁為真夜付出。曾經阻止過自己嘅女踏上演戲呢個道路，喺想補償佢嘅時候就被月影老師所阻止。真夜同埋佢嘅母親都以為對方已經將自己捨棄，掛住自己唯一嘅女，但又唔可以同佢相見。之後仲染上重病，仲成為咗速水真情宣傳嘅工具。但係腦入邊諗嘅就只有真夜。諷刺嘅係，佢連一出真夜主演嘅舞台劇都冇機會可以睇到。患咗重病嘅佢，並冇喺東京接受治療，反而係去咗戲院嗰度，希望喺熒幕入邊再聽一次自己唯一嘅女嘅聲音，再睇一次佢嘅樣貌。就算真夜一次都冇翻過去揾佢，佢都唔介意。喺戲院入邊就只有佢對真夜嘅懺悔，後悔自己一開始唔俾自己嘅女踏入演戲嘅道路。喺佢生命嘅最後，就淨係留低咗一句道歉俾真夜，甚至呢句道歉真夜都未可以親耳聽到，佢就喺戲院入邊靜靜咁逝去。喺作品嘅開始，或者我哋會唔中意呢個睇唔起自己嘅女嘅母親，其實佢比任何人都更愛真夜，更想佢成才，更想佢變得出色。得知母親逝世嘅消息，真夜徹底崩潰。所有對演戲嘅熱誠同埋憧憬都係一夜之間消失。佢喺之後更加得知速水真情軟禁自己母親嘅事實。萬念俱灰嘅佢喺速水真情嘅公司逃走咗出去，仲因為被落藥缺席咗之後嘅舞台劇演出，徹底墮入咗月部紀江嘅陰謀，俾月部紀江搶走晒所有嘅角色同埋廣告。真夜將佢嘅憤怒全部都發洩喺速水真情身上，但係速水為咗佢嘅未來喺傳媒嘅面前冚咗呢個失去咗唯一嘅親人嘅少女一巴。咁殘忍嘅嘢都做得出嘅？基川阿公知道月部紀江嘅陰謀，專登去爭取一個同佢做對手戲嘅機會，喺舞台上邊將月部嘅光芒全部掩蓋，將佢徹底咁打敗，幫真夜出咗一啖氣。失去人生目標嘅真夜已經唔可以再演戲，寧願喺公園淋雨都唔會翻去大都藝能。最後佢喺公園暈低，俾速水真情救翻。速水明白自己將呢個女仔傷得好深，甚至令佢失去咗人生意義。佢對自己許下承諾，就算真夜幾憎佢都好，佢都一定會幫真夜攞翻佢失去嘅所有嘢。速水向真夜承諾，只要完成最後一場演出，佢就可以離開大都藝能。真夜喺最後一場嘅演出，發現自己仍然深愛舞台劇，即使發現俾人陷害，道具嘅食物變成咗泥，佢為咗令之後嘅劇情可以連貫，連泥都可以擺入口，被逼同李美貌分手，又離開咗大都藝能嘅真夜，只可以翻去揾月影老師。但係月影老師竟然唔願意俾真夜再喺劇團演出，
佢希望真夜可以成為一個出色又自立嘅演員，所以專登逼真夜自己諗方法重新振作。真夜為咗重新成為一個演員，喺高中入邊表演一個人嘅話劇，佢終於得到學校劇團嘅賞識，可以重新投入演出。真夜之後尾隨送子玫瑰嘅人，發現咗速水真情嘅影子助手，就算被真夜憎恨都好，速水仍然默默咁為佢付出。基川阿公得到藝術節嘅大獎，呢個時候月影老師出現，佢表示如果真夜喺2年之內唔可以追上阿公，攞到同阿公一樣嘅成就嘅話，紅天女呢個角色就會係屬於基川阿公。阿公鼓勵真夜，表示會喺2年時間入邊等佢追上嚟。喺之後，真夜喺《仲夏夜之夢》入邊飾演精靈拍鼓，成功突破自己嘅角色同埋形象，得到咗好高嘅評價。速水真情專登收購咗成個劇團，但係就唔俾真夜再次喺大都藝能旗下演出，專登激到真夜去參加第2套舞台劇《兩個公主》嘅試鏡。真夜喺評審面前展示佢1000個面具，令到評審大開眼界。佢好理所當然咁入選咗。有份演出舞台劇嘅月影老師專登將真夜同埋阿公嘅角色對調，專登要佢哋飾演一個同自己身世同埋性格完全相反嘅角色。基川阿公將自己嘅房間同埋工人都借俾不到真夜，等佢可以演好被眾人寵愛、天真爛漫嘅公主阿魯迪斯，而自己就喺污糟嘅地下室入邊體驗奧利格魯多公主嘅生活。真夜再次得到送紫玫瑰嘅人嘅鼓勵，再加上月影老師地獄式嘅訓練，佢同阿公終於得到演好角色嘅要訣。最後，佢哋完美咁演出咗象徵光同埋暗嘅2位公主。舞台劇圓滿結束之後，阿公話俾真夜知，佢好享受喺舞台上邊變成另一個人嘅感覺。真夜話俾佢知，自己一直都有咁嘅感覺。阿公呢個時候先發現，人稱天才少女嘅佢，面對緊嘅對手先至係一個真正嘅天才。速水真情嘅父親逼佢同英宮集團嘅太子女相睇，真情知道呢門婚事係冇可能拒絕嘅。但佢仍然想喺相睇之前見一見真夜。真夜喺速水多次幫忙之後，慢慢對佢改觀，於是就答應咗呢次約會嘅請求。佢哋2個去咗星象館嗰度睇星星，望住遼闊嘅星海，真夜就好似同速水心靈相通一樣。喺言談當中，真夜知道咗速水悲慘嘅童年，再加上佢各種溫柔嘅舉動，令到真夜開始對佢冷酷無情嘅印象改觀，懷疑佢其實係咪一個溫柔嘅人。一路以嚟嘅速水不惜犧牲自己嘅形象，就算用激將法都要逼到真夜嘅潛能出嚟。真夜開始對眼前呢個人產生好感，但係月影老師突如其來嘅消失，令到真夜回想起母親嘅事，破口大鬧眼前嘅真情。速水真情終於回想起自己對呢個女仔嘅傷害，明白到佢哋2個嘅距離就好似一條永遠着住紅燈嘅馬路咁樣，永遠都唔可以通過。於是就答應咗佢父親相睇嘅請求。真夜喺遺忘嘅荒野入邊飾演狼少女真妮。第1場嘅公演因為撞正颱風，所以只有速水真情一個去觀賞。因為一個淨係存在喺第1場嘅細節，令到真夜發現咗送紫玫瑰嘅人嘅真正身份，佢就係速水真情。同時，真夜飾演嘅狼少女獲得咗藝術節嘅最佳女主角，終於可以得到月影老師嘅承認。真夜同埋阿公出發去梅樹嘅故鄉紅梅谷嗰度，跟月影老師學習成為紅天女嘅方法。喺見識到月影老師超越咗人類境界嘅紅天女嘅演出嘅時候，真夜同埋阿公都下定決心要成為下一個紅天女。阿公同埋真夜各自用唔同嘅方法嚟演繹紅天女嘅神髓。阿公同埋真夜因為分歧同埋誤解喺山上邊打咗一場交。真夜指出阿公又靚又有才能，係佢遠遠比唔上嘅。但阿公認為真夜先係真正嘅天才。阿公出生喺演藝世家，自細就得到好多優待同埋受到好多嘅期望，但係佢只係想自己真正嘅實力可以受到肯定。佢覺得冇人可以明白佢，所以佢一個真正嘅朋友都冇。相反，真夜就有住悲慘嘅身世，但佢憑住天分同埋努力，一步一步爬到而家嘅位置。對佢嚟講，演戲就係佢嘅全部。佢同時都受到周圍朋友嘅愛戴。佢哋2個將對對方羨慕同埋嫉妒嘅感情化成汗水同埋淚水，一口氣揮灑出去。喺最後，佢哋終於化解咗彼此嘅誤會，成為咗真正嘅朋友。佢哋2個同時係永遠嘅對手，亦都係唯一可以真正了解對方嘅人。佢哋再次向彼此發出挑戰，立誓要成為真正嘅紅天女。真夜再次喺山上邊遇到速水真情，真夜一直期待速水會講出佢就係送紫玫瑰嘅人，但係速水並冇承認。雖然未可以完全確認對方嘅心意，但係佢哋仍然喺一間木屋入邊相擁咁度過咗一晚。終於嚟到預演嘅一日，阿公表現嘅係一個完全冇任何瑕疵，甚至有仙氣飄出嘅真正嘅紅天女，而真夜就係一個擁有無限舞台魅力，可以捉住所有人眼球嘅獨一無二嘅紅天女。喺故事嘅最後，真夜再次遇上速水，佢用紅天女嘅台詞向速水告白。
佢講嘅每一句都慢慢咁刺入咗速水嘅心入邊。佢再次向速水提問，佢係咪送紫色玫瑰嘅人？喺呢一次入邊，速水終於回應真夜嘅告白，承認咗佢就係送紫色玫瑰嘅人。喺佢接過真夜嘅手嘅時候，佢哋兩個就仿佛好似融為一體咁樣，就好似紅天女入邊嘅戀愛一樣。天神同埋凡人，佢哋各自成為咗彼此嘅靈魂嘅另一半。最後，佢哋嘅相擁就結束喺一片閃光之中。呢場係一場恍如真實嘅夢境，定係恍如夢境嘅真實？我相信就同基川阿公同埋北島真夜最後邊個可以成為真正嘅紅天女一樣，係冇人會知道。而玻璃面具呢套作品亦都迎嚟結局。個人認為，比起一個真正圓滿嘅結局，呢一個永遠唔會完結嘅紅天女嘅夢，有時候係更加令人向往嘅。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我好慶幸我嘅童年唔係咩羊咩狼，而係玻璃面具呢一類作品。好多謝咁多位可以睇到結尾嘅觀眾，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初衷心中似水不通，不想再次葬送，再難形容，仍會想輾轉反正入夜夢中，想牽手一起哼唱那首歌。